有12米悬的库洛米甲美乐蒂原本3号就要登场，不过受山土尔风台影响，4号下早才重新关封，正式伫安平游客码头甲大家见面。开始高人气的红仔明星一出现，就吸引真侪民众，无论大细汉，拢抢要去上留念。加上该活动是庆祝台南400名观光，只有台南才有，所以冇侪外地游客趁风台过后好天要休假，就来抢头香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今天是第一天啊，那台风过了，也有出大太阳的，大家赶快来拍，晚上更漂亮哦，特别感动，太可爱了。50岁的人来到这边都像5岁一样。虽然是卡通人物，可是它是有跟我们台南一些在地的景色或是景点有做一些融合，这样子。对，就很值得来看这样。我觉得对，其实还蛮适合，就是带小朋友过来看这样。这摆红仔明星高水降临，主办单位定位做台南探险之旅，所以现场都有显目的大型红仔，搭配安平游客码头的美丽景色，真好出境以外。也有甲安平古堡、生命之树等台南知名的观光地标做连接的看板，要让粉丝来到台南甲偶像展开探险旅游。这次的活动也结合了台南最知名的几个景点，生命之树，然后大鱼的祝福、安平古堡等，跟我们的美乐蒂和库洛米结合，看到我们的美乐蒂和库洛米到台南游玩的景象，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。为了让游客对日时甲暗时来这拢看头，所以伫夜间每半点钟都有一摆灯光秀，一摆演出5分钟，加上10月5号下晡嘛有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，欢迎民众把机会到11月17号为止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